公视新戏《魂囚西门》16日首播，金马影后谢盈萱诠释被黑道男鬼附身、大飙脏话的桥段被网友赞赏。谢盈萱说，当初看完剧本一度退缩，但后来觉得若导演敢用他，还有什么不敢演？公视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，心理惊悚新戏《魂囚西门》16日与影音平台 Netflix、公视加 Hami Video 同步首播后，第一、二集平均收视 0.70、0.81，瞬间收视每分钟最高达 1.01。不止男主角萧敬腾见鬼桥段吸睛，剧中谢盈萱被黑道男鬼附身、大闹珠宝店的片段也受到观众瞩目。谢盈萱去年以电影《谁先爱上他的》一举夺得金马影后。她坦言，在此之前看完《魂囚西门》剧本，一度有想退缩的念头，觉得应该完成不了导演要的高度。后来想通，若导演敢用他，还有什么不敢演？谢盈萱剧中演绎被黑道男鬼附身的气质珠宝店店长，每场戏几乎都在两个角色间穿梭。被附身时，除了对萧敬腾大飙脏话，一场很踹泼辣贵妇的戏，台词更是呛辣粗喊是没看过坏人是不是？角色个性相差天南地北。谢盈萱笑说，为了揣摩演员蓝伟华饰演的黑道兄弟沈金发，事前几乎把蓝伟华过去演出的影视作品看过，模仿他的口气、动作，也特别感谢蓝伟华协助他一起做角色功课，把台词一一修成他会说的语气和流氓味。而蓝伟华也肯定谢盈萱，其实他创造了一个他的沈金发版本，跟本人其实并不一样。魂囚西门为台剧少见的心理惊悚类型，除了有首度从歌手跨界电视剧男主角的萧敬腾主演，还包括音乐人朱约信、猪头皮、导演郑有杰等人客串，亮点十足。每周六晚间9时首播。中央社。